在对话理解单论的部分，我们同样提供了练习的范例。我们来看题目，男生说要敢咩抢等色，女生回答来爱屋下乃是按生意，请问也是讲谁来样诶？题目的意思，他是说男生拿着橘子，然后呢到人家家里，好请的，就是去可能是拜访人家，然后呢就说这些橘子请大家吃，然后女生回答来我家里哪需要那么客气？那我们来看答案的选项，我们讲说第一个敢咩太多是橘子太多的意思，第二个请顶一下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很懂得如何讨人家欢心。第三个，亲有礼貌是很有礼貌的意思。第四个，好是感妹是喜欢吃橘子的意思。那我们根据题目的内容、对话的内容以及题意，我们应该选择答案3，亲有礼貌。好，因为他可能是带着橘子去当伴手礼去拜访人家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，这里提供了单句理解综合练习。女生說：先生很唔參加朗讀比賽，你有冇愛呢？男生回答：我今擺路薩馬打劫，唔敢去。請問也係講誰來樣誒？我們來看選項裡面有哪些選項？有哪一个是符合我们题意里面的内容？请大家来参考之后，请自行练习。